婚礼的 T-Pass 通勤月票到达要未实施，政府表示，因为公路客运去彰化、南投、嘉义的拢要算一代，所以目前修正方案送去审查，上紧明年正月就会当用 T-Pass 啊，而且逐个月敢若爱开199块。 行政院7月推出 T-Pass 通勤月票，不过婚姻馆也未执行，因为进前婚姻馆府送信互提登去，目前经过修改了后，已经订送复审，上紧民众会当伫明年1月了后，以逐个月199块买到通勤月票。那做199的话，我是觉得还算蛮划算的。对，好，因为如果知道去哪里，骑摩托车应该比较快。现在公车都好像经营都不好啊。 如果在他们负担很大，可能会公司没办法负担了。民众有无共看法？那婚姻馆政府公务处表示，针对 T-Pass 通勤月票，交通部初审委员建议修正，会当甲公路客运跨区到彰化、南投、甲嘉义关路线增加到60条，那市区客运路线是8条，火车维持原来5站。目前修正了的方案已经伫顶个月送交通部复审，上紧这个月中会当出炉。目前大概。 有将近1万人左右在搭乘我们目前的市区公车跟我们的公路客运跟火车了哈。那如果我们这个 T-Pass 这个东西推动之后，明年元月开始推动之后，我相信我们预估的成长大概会有3倍。 公务处表示，原来市区公车路线包括20个乡镇，未来若 T-Pass 通勤月票通过了后，只要是全民，拢会当以逐个月199块的月票来坐。对于厝内底有囡仔坐车通勤的家长来讲，一个月会当省几2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